盈利持續增長，全球股票市場咧未來一年有啲咩新嘅動向呢？咁主要個股票市場咧估值依然偏高，標普500指數或者亞洲嘅股票指數咧，大部分都係遠高於歷史平均水平。咁促使投資者咧喺2026年嘅佈局時候咧，需要保持謹慎。咁強勁嘅盈利增長，尤其是喺 AI 推動方面咧，繼續支撐一啲高估值美國嘅科技巨頭，引領盈利嘅擴張。咁 AI 嘅需求咧全球擴展，帶動亞洲企業咧，亦都係受益，並且推動佢哋嘅盈利咧，亦都係繼續上修。咁喺2026年咧，投資者應該多留意點樣去分散佢哋嘅股票配置，並且考慮防禦性、收益型同埋一啲價值導向嘅領域，以應對咧增長動能放緩或者一啲貿易政策風險持續帶嚟嘅波動同埋唔確定因素。咁雖然股票嘅估值唔平，但係依然有理由咧係支持當前嘅市場水平。但係同時間地，投資者應該着重於防範不確定性、波動性同埋過度集中嘅市場當中。咁如果大家想攞到我哋最新2026年嘅市場展望咧，歡迎瀏覽我哋嘅網頁。